我自细汉拢是住伫咧厝内。旧年我伫咧苗栗有租一间厝，做便当店，家己咧卖便当。因为伊有1楼甲2楼，我家己是住2楼。有一天暗时，我就落去便所，我就想讲，哪会拢是烟，就足奇怪，真正规间拢是烟。落去看，才看到阮兜后壁有一支电风家己烧起来，但是嘛无插电，嘛无安怎，我嘛毋知影为虾米，伊就家己烧起来，烧起来规间拢乌酥酥安尼。我就想讲，要安怎紧甲厝主讲者，厝主嘛是甲我讲，有安怎无？伊嘛敢若无代志安尼就讲，有安怎我无啦，就烧起来讲，爱说你，就安尼。我想讲要规栋。甲伊买起来，嘛无遐济钱，足贵的迄间。我感觉有名称，有一台电视，有碰椅，安尼家己住了舒适就好。自细汉，阮阿公、阮阿嬷、阮爸爸、阮阿祖拢咧讲台语，伊有讲，因为自细汉真正是分袂清楚柑仔甲蛤蟆，我是真正分袂清楚。有一天，我阿公就问讲，你要食啥物水果？我就甲伊讲，我要食蛤蟆。伊就讲啥物蛤蟆？我讲无，就迄蛤蟆啊，我搁比互伊看，我就食蛤蟆。伊讲迄柑仔啦，啥物蛤蟆？就分袂清楚。一个有读册在地人，即个人就是互人愈实在，会愈知影伊心内的物件是啥物。